以下廣告由瑞信認股證牛熊證提供。歡迎大家收睇瑞信即時信心精選，我係瑞信 Ivan。咁今朝咧恆指再次下試21,500點呢水平啦，見到支持啦，咁啊即時跟隨翻內地股市啦，係向好㗎。咁啊投資者咧，如果睇好恆指後市表現，可以留意翻啦我哋嘅恆指嘅牛證嘅選擇編號咧，分別咧就係有呢一個嘅恆指牛證63574，以及咧另外兩隻嘅恆指嘅牛證選擇啦，比較貼價嘅高槓桿選擇有64972以及係64786。63574呢隻恆指牛證咧收回價就係20,999點，咁至於64972呢一隻嘅恆指牛證啦，收回價咧就係21,300點，咁仲有恆指牛證64786啦，佢嘅收回價咧就係21,150點。三隻嘅恆指牛證64786、64972以及係63574，佢哋嘅兌換比率咧都係1萬對1㗎。咁至於睇淡嘅恆指熊證選擇啦，可以分別留意翻有67855以及恆指熊證67733。67855呢一隻嘅瑞信恆指熊證，佢嘅收回價咧就係22,035點，兌換比率咧就係12000對1嘅一隻恆指嘅熊證。咁至於67733呢一隻嘅恆指熊證啦，佢嘅收回價咧就係22,100點，咁兌換比率咧就係10000對1嘅一隻恆指嘅熊證啦。咁至於恆指嘅認股證方面，認購證嘅選擇可以參考翻有24505，24505咧行使價咧就係22,100點，今年嘅9月份到期，咁提供嘅實際槓桿比率咧大概有15倍。認股證嘅選擇可以留意翻咧就係21321啦，行使價咧就係21,000點，係今年嘅6月底到期，提供嘅實際槓桿比率咧有大概係12倍。恆指認購證選擇24505，認股證嘅選擇有21321。而家我哋睇完恆指嘅產品，我哋請埋啦有康雲證券嘅黃敏石 Michael 咧出嚟同我哋分析下啦700騰訊後市嘅表現啦。Michael 你好。係你好。係睇翻騰訊股價啦，今朝重上翻250蚊樓上，後市你點睇咧？後市嚟講應該有條件俾個大市嚟講揾翻個支持之後咧，應該有翻個動力喺度，因為業務面嚟講始終都唔係話太差啦。咁同埋股價嚟講亦都見到收復翻個失地。咁如果真係話能夠企穩喺近期即係差唔多講緊現水平啦，250樓上啦，咁有機會試一試翻差唔多259至260蚊，差唔多100天線個水平嘅。係咁啊！睇到騰訊啦，可以留意翻佢嘅認購證選擇咧，就係有21756呢隻騰訊嘅認購證行使價係268蚊，今年嘅7月份到期，實際槓桿比率提供有大概12倍。睇淡騰訊啦，可以留意翻佢嘅認股證有21953，行使價228個8毫半嘅。咁至於另外睇好工行後市可以反彈啦，可以留意翻佢嘅認購證選擇21706行使價就係5個2毫9，今年嘅6月份到期。工行1398認購證選擇21706，騰訊認購證選擇21756。認股證選擇21953，咁今朝係Michael嘅分析，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投資涉及風險，投資者應評估產品涉及之風險及細閱有關上市文件所列載之產品條款及條件。